近年成日聽人講個市咁差，又好難揾工，又好難請人，結果令到好多公司嘅員工心思四散，離心力極重，日日都諗緊係咪會俾老闆炒魷魚。最嚴重嘅就係佢哋可能手上攞住一大堆客，就咁話走就走，對公司嚟講絕對係一個致命嘅損失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一首歌可以改變成個團隊嘅未來呢？我哋星人 U 嘅唱歌企業培訓 workshop 唔只係教唱歌，我做咗27年嘅大公司獵頭顧問，預示到重要員工幾時想走，會唔會離心等等呢？我哋可以幫你及早發現，同時喺 workshop 裏面，員工會透過音樂連結，重新揾到 team spirit。喺1年1度嘅 Gardena 舞台上邊，員工嘅精彩演出將凝聚全場嘅目光，展現企業獨有嘅文化同埋溫度。呢個唔只係表演，更加係歸屬感誕生嘅時刻。用歌聲超越競爭力，為團隊注入靈魂。仲等咩啊？我係 Dr. Steve，幫你打造一個專屬企業嘅培訓方案。